你有冇見過 UFO 啊？佢哋話有，你信唔信啊？每一幕像人間傳奇，全部過程想起各種憶記，如何地光怪陸離，秘密要守我跟你。從天台的那一年永記，從星空的那一年死美地。如你在此聽到嗎？如你在此請歸家，回到舊地就能再會大家。最美的畫，栽最美的花，我的童年你不缺席對嗎？如你望天找到嗎？如你望星找到嗎？奇怪是你見過嗎？不明事件真的嗎？往日怎麼分對錯真假？一切似煙花，瞬間消散，最使人念掛。已長大，在人間歷奇，頑石滿途，像理想知不理，成人是光怪陸離，也已放手我跟你。從分開的那一年永記起，回天台的這一年你在此聽到嗎？如你在此請歸家，回到舊地就能再會大家。往日一起繪最美的畫，栽最美的花，我的童年你不缺席對嗎？如你望天找到嗎？星找到嗎？奇怪是你見過嗎？不明事件真的嗎？往日怎麼分對錯真假？一切似煙花，和你的失散最使人念掛。照請聽到嗎？華呼照請歸家，回到舊地就能再會大家。往日屋邨一齊記得嗎？歡笑與喧嘩，我的童年你不缺席對嗎？華呼望天找到嗎？望海找到嗎？奇怪是你見過嗎？飛行事件真的嗎？往日怎麼分對錯？我要離開地球啊！3、2、1，你的所有最使人念掛。外星人，我哋係華富1號。喺1985年嘅冬天，我哋一齊天台上邊見到 UFO。